大家好，我係 Raymond。近年收到好多客人咧都問關於北角區有冇咩豪宅嘅喎。咁咧今日我特登帶大家嚟睇咧，呢度咧就係柏慧山。咁喺北角嗰個知名豪宅嘅喎。咁呢度係好特別㗎，大家一齊睇下 ，Let's go！今日同大家講嘅單位咧就係實用面積係1066尺嘅喎。咁咧佢廳大房大，3房2套，而且仲配備咗工人房添。呢度嘅房間咧亦都好特別嘅喎，佢哋配備咗大嘅玻璃窗啦，採光度十分之足夠嘅。最後咧嚟到呢個主人套房啦，佢除咗個空間好大之外咧，陽光充沛啦，而且仲有個空間咧係可以做到衣帽間嘅。而主人套房嘅浴室咧亦都配備好齊全嘅喎。有2個梳洗間啦，以外咧仲有咧企缸同埋浴缸都有㗎。話咁快就睇晒啦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得嚟搵我啦，拜拜。